就永远袂孤单。有你相作伴，甲你斗阵行，充满温暖袂畏寒。各位兄弟，大家好早，大家平安。咱要来进入今日耶利米书第35讲的讲塔。今日咱要来请淑清执事，带咱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淑清姐，麦克风爱拍开。咱三甲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会当带了着阮来到清早来到伫主你的面头前，来强读领受主你的话语，互阮听到你的话语，互阮心得到平安。阮知听趁主你的话，互阮无摇拽，互阮心有平安。主，因为你的话语加做阮骹前的顶路上的光，互阮一世人拢无摇拽。主，阮来感谢阿乐，阮来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阿门。多谢。咱昨伫耶利米书第34章。34章甲39章是伫这个安慰的信息后壁，上帝伊甲耶利米的一个互动，然后耶利米来做一寡的经历遮的代志，有好有歹，总是会当看出上帝从个耶利米的心中，伊对整个犹太人以色列民族这个稳定甲拯救暂时看到上帝互希西家王信息爱传达，互这个西底家王讲伊要甲巴比伦王是长头对面，然后西底家王检采有就回应上帝话，伊就是甲百姓甲民众来立约，要讨放这个罗卜，但是尾西底家王佫反悔，佫将这人佫掠转来。昨咱嘛有分析，有啥物伊要做这个代志，但是不管是倒一个理由，总是因为安尼。本来要互上帝祝福，都变做互上帝咒诅，所以上帝宣布犹原这个上帝毁灭要继续来进行了。所以34章到39章是耶利米伊亲目睭看见这个犹大行远灭亡。今日要看是第35章，讲到一个利甲族人，利甲族人。这利甲族人因真做犹大人，也是这个快要亡国家的典范。但是这是等到约雅斤做王的时期35章是伫约雅敬王第11年左右利甲族尊主做先的命令，无咧啉酒。这个代志发生伫第2摆狩猎进前。这个代志肯定这个国家快要灭亡的时期大概是在38章这个所在38、39章会进前，是要来做一个对照因为咱有整理讲为什么这南国犹大和上帝的刑罚主要就4个问题，拜偶像的问题然后就是这无社会无公义的问题，然后有假先知的问题，还一个就是因无守约的问题，甲上帝无守约。所以今日咱看到就是这个35章利甲族，因是一个非常守约的民族，但是呢，甲这个应该爱上该守约的这个犹太人，做一个强烈的对照。35章、36章这两章，拢是伫西底家王。不是，伫这个约雅斤做王的时期所发生的代志所以这个时间有点回推登到伫西底家王的面前所以呢，照耶利米书的顺序读下来但是伊甲过去的故事佫摕来伫这个后壁来讲，刚才也是要来做一寡主题性的对照，所以35章就是讲到守约的问题。约雅斤是约西亚的囝，其实伊是约哈斯的这个阿兄。但是呢，伊无先做王伊的小弟先做王，结果伊的小弟杀出来做王，叫掠去埃及死伫埃及。这个约雅斤才出来做王，做王11年伊的名嘛是以利亚敬
以利亚敬，伊是25岁到36岁时阵坐位做王，尾仔伊降服伫巴比伦，但是伊嘛捌要背叛巴比伦，所以伫约雅敬当王这个第4年，就是这个巴比伦头一届来掠的时阵，到伊最后是伊的囝，伊的囝呢，就是来做王，这就是第2摆巴比伦王来掳耶路撒冷的时候。咱来看今日这段的圣经耶利米书第35章。咱来请苏清姐带咱对35章的第1节来读到第61到5节，拍摄1到5节。咱三甲来讲者，约西亚的囝约雅敬做犹大王的时，上主甲耶利米讲：你去利甲族遐，甲因带来上主圣殿的一个房间，摕酒互因啉。我就去甲哈巴西尼亚的孙耶利米的囝亚撒尼亚，伊的兄弟，伊的后世，以及利甲全族的人，带来上主的圣殿，入去伊大利的囝上帝中央的人哈兰遐的囝的房间。遐个房间伫郡官员的房间，伫沙龙的囝圣殿门口的守卫马西亚房间的楼顶，我用酒甲酒壶、酒杯倒定，下伫利甲族的人头前，对因讲：“请啉。”好，谢谢。这个一开始讲到这个伫约雅敬做犹大王的时，上主托耶利米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就是去利甲族遐带因来圣殿的房间咯。所以利甲族是啥物人？利甲族咱会当对历代志上悬的第2章。历代志主要是咧讲到大卫，这是犹大的后代，所以利家族呢，会当从历代志看到因甲犹大有关联，什么关联呢？犹大支派呢是对这个伊的2个囝，就是对伊的新妇生2个，希斯伦甲法勒斯然后这个利家族呢是伫第2章的最后出现25节才出现，讲这是属伫这个加勒的后代，这个人呢，因是甲基尼人利甲族通婚的后代，所以因甲犹大支派有一个姻亲的关系。虽然我们是正讲的这个大卫的代表的这个犹大支派，但是因甲加勒同款，是有这个姻亲所以甲这个加勒最加勒的后代。这个利甲族的人，因照理讲无是住伫耶路撒冷，伊应该是住伫北国的所在北国，因为伊是伫耶户的时代，但是呢，上帝爱耶利米带这群人，毋是全部人，可能是代表带到对咧，带到圣殿的房间，所以因会当入来圣殿。然后呢，耶利米就去，这几个利甲族人哈巴西尼亚。哈巴西尼亚，这个意思是讲耶和华的光，上帝的根，所以这个名拢是有信用的名。耶利米的囝，亚撒尼亚，这个亚撒尼亚，就是耶和华倾听所以你看这个伫现代台语就把这个名翻过来做亚利米但是伫现代中文叫做亚利米亚。亚利米亚跟亚撒尼亚，这是跳过的。亚利米亚其实就是耶利米但是为了怕混乱，在以为是这个耶利米，所以耶利米，所以才另外翻这个名出来，叫做亚利米亚，但是正确就是亚利米，
但是毋是咱即马读即个先知亚利米，是伫二甲族的中间嘛有人叫亚利米，因遮的囝咧、孙咧、兄弟咧、后生咧，啊，搁有二甲族的人带来遮上主的圣殿去什么人呢？伊基大利，伊基大利，伊是即个即个哈南的老爸，哈南是啥呢？现代台语翻做上帝中央的哈南，遐个囝会帮紧啦，所以应该说即马要形容一群人，这群人的阿公就是伊基大利，这个伊基大利呢，伊是这个伫圣殿内面，有大所在表示伊是祭司啊，伊是祭司，然后是圣殿内面来服侍，这个人呢应该。就是拢伫圣殿咧工作，所以伊的房间让坐遮侪人，这可能嘛是大间的房间，嘛表示讲，这个伊基大利，伊应该是伫圣殿中间，真要紧的人，才当住伫圣殿的房间。另外迄个房间呢，搁瓦郡官员的房间，就是伫三六的囝圣殿门口守卫马西亚房间的楼顶，所以这个还不是只有在2楼，是房间楼顶搁在楼顶啦，所以这是一个有权有势，是伫圣殿中间，是一个受人尊敬的，所以遮嘛是伫守这个官员，再讲到一个马西亚，这个就是祭司西番雅的老爸。西番雅的老爸，这是祭司西番雅，不是先知西番雅，这是连在一起。但是呢，就是伊咧形容这代志，用近最王的时代，然后带二甲族的人，这个人呢是什么人？什么人？的囝，然后带来圣殿的房间，这个圣殿是什么人的囝，会来到这个所在，个圣殿过门口，这个人的房间的隔壁，然后再开房间。伫房间里面摆设宴席，亚利米用酒、甲酒壶、甲酒杯甲添落甜，然后就对这二甲族人的头前讲，请啉咯。所以耶利米做东伊就爱传这饭菜，搁爱传这酒，请伊啉酒。但是为什么要安尼做呢？煞者咱请苏清姐带咱来读，对第6节读到11节60到11节。因讲，阮无啉酒，阮的祖先利甲的囝用那达有甲阮交代，恁甲恁的后代永远拢毋通啉酒，毋通起厝，毋通夜种，毋通栽种葡萄，嘛毋通有葡萄园，着一世人踮伫布棚，恁才会当伫寄居的所在长岁寿。阮祖先利甲的囝用那达交代阮的话，阮拢有遵守。阮甲阮的某囝一世人拢无啉酒，无起厝，无葡萄园，无土地，无种作，简单住伫布棚，拢照阮的祖先用那达的命令。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打这个土地的时，阮讲，行，咱来去耶路撒冷，闪避巴比伦甲叙利亚的军队，安尼阮才来住伫耶路撒冷。好，多谢。所以上帝爱亚利米，请伊啉酒。结果这毋是真正要请伊啉酒，是互亚利米去甲因考试，但是亚利米嘛毋知因为啥物款的反应，结果要啉酒的时阵，因煞讲阮无啉酒啊，他们不是怕酒驾，伊是讲阮的祖先就是利甲的囝约拿达有甲阮交代，恁甲恁的后代永远拢毋通啉酒。这个约拿达是啥物人呢？那讲到这个人呢，约拿达，就当登到伫列王记。列王记就是在北国的时期，亚哈王朝，最后是在耶户的刀，就是亚哈也手头来结束。伫迄个时阵呢，上帝就兴起亚哈就是来开始这个亚哈王这个家族啊。然后等亚哈要去
这个北国的灭掉北国的这个亚哈嘛，将南国的这个亚哈县慢慢来台所以甚至甲其他的所在也互继续进前，拄着利甲的囝约拿达来迎接伊，也互甲约拿达请安对约拿达讲，我真心对待你，你减嘛安尼对待我。约拿达应讲是，也互讲，若是安尼，你的手伸出来，约拿达就伸手互伊，伊就牵约拿达上车。所以后来咱看到历代列王记上，列王记下的第15章，就知影讲这个耶户的得力助手呢，就是这个利甲的儿子约拿达。但是耶户的刀呢，虽望台西北国的王、南国的王，但是呢，煞家己耶户灭了拜这个巴利亚色拉，但是他自己陷入在不要讲伊就是陷落伫这个拜金牛就是耶罗波安的最中间，所以伊虽望拆毁巴利的庙，但是煞来拜这个金牛，所以耶户也只能够的后代只能够到第4代到第4代，但是没有想到他的助手约拿达呢，这个约拿达伊的囝呢，煞继续在圣经来出现，一直到亚侯迄个时代，到即马亚里密约雅敬当王的这个时代，那是差不多250年到260年了。如果是约雅敬当王的最后年，就260年。所以这个族呢，他们看起来像游牧民族伊讲因的祖先甲因吩咐，袂当起厝，所以爱带布匹，唔通雅敬，袂当去做事，他们都是靠手工，甚至呢，咱若看到伫这个其他所在记载，在因就是来做一寡在工匠，然后因唔通栽进葡萄，这个葡萄就是醉酒，让人不可以喝酒，所以因的袂让有食的，这非常的严。安尼250年、260年来，因拢住伫这个北国的布北所以因一世人不是因的甲因的囝、因的某囝，大家拢共款，无起厝大，无葡萄园，无土地，无建造，敢若住伫布边，然后他们就是以工匠为业，做手工，来做穑安尼。但是为什么来到伫亚里密这个所在，是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第一次来攻打这块土地时，因就讲行。咱来去耶路撒冷，相比巴比伦甲叙利亚的军队，所以因才来到耶路撒冷。所以伫这个所在，上帝通过亚里密请因食饭、要啉酒的中间，来调出他们的身世。原来这个游牧民族呢，已经250年以上，而且他们很遵守一件事情，就是滴酒不沾滴酒不沾。这是真无简单的代志。咱个刷条个请淑清姐朝咱来读，对12节读到结束19节12、19、19。上主吩咐亚里密去甲犹大人甲耶路撒冷的居民讲，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恁无要听我的指示，听我的教示，无顺听我的话，是无。利甲的囝约拿达交代伊的后代，毋通啉酒，真照拢遵守，一直到今仔日。毋过我不断甲恁警戒，恁拢毋听叹。我一遍搁一遍差派我的仆人先知去恁遐，甲恁讲，恁逐人着回头离开邪恶的道路，改正恁的行为，无过去对别的神明服侍因，安尼恁就会当住伫我赐予恁甲恁的祖先的土地。毋过恁拢无要听，无要遵守。利甲的囝约拿达的后代会当遵守因的祖先予因的命令，毋过恁遮的人拢无要听叹我，所以我上主万军的统帅
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我要将我所讲一切会知会讲互犹太人甲耶路撒冷所有的子民，因为我甲恁教示，恁无要听；甲恁叫，恁无要应。后来耶利米对利甲族讲：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恁有听趁恁的祖先会用那达交代恁的话，遵守伊所有的命令，照伊甲恁吩咐的去做。所以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宣布：利甲的囝用那达永远有人伫我的面前侍奉我。好，多谢。而且看到上帝原来有伊的用意，就是叫这利甲族来，然后请耶利米互伊啉酒，互耶利米来看到讲，原来真正有人会遵守约，但是这个约呢，因无啉酒的约，毋是上帝甲上帝立的约，是甲因的祖先立的约，就是人所留落来这个约，这个约因真正就一直留，一直留。留到200几年，而且这个约真严咯，毋是毋通啉酒，连起厝嘛袂当，袂当建造，袂当家己的土地，就是爱过游牧民族的这种生活，因拢愿意做会到200几年来，但是上帝要互因有所在住，住伫这个老年甲灭的地，上帝互因伫这个所在，要互因欢迎安居乐业，互因当起厝。因若遵守上帝话，上帝就要互因伫即个所在会当有建造，会当有休息，会当享受遮个葡萄，会当有酒通啉，有遮个肉通食。但是呢，因拢无爱遵守所以即个遮严的约，因有人会当遵守，但是要互因的祝福煞无来遵守，这是一个反差嘛，是一个讽刺所以上主讲，以色列遮个犹太人甲耶路撒冷的子民，上帝互伊教示无要听，上帝互因要行，因无要做，因为上帝爱因离开歹，爱行好，无搁拜别的神明，这简单的要求，但是因煞一直受迷惑、受引诱，入到伫这失迷中间。颠倒是这约拿达所交代的话，因会当遵守，所以最后上帝讲，这个利甲的囝约拿达永远有人伫我面前侍奉所以利家族呢，即马是被掳之前，被掳归回到尼希米第3章的14节，原来佫会当看到这个利甲的利甲族的人还在所以那个时候就变300，再加接近超70年、60年，就是变做是300多年，300几年来，这个利家族还继续出现在圣经当中其实伫创世纪、伫士师记、撒母耳上卷，拢有看到这个利家人就是基尼人因的这个代志，但是呢，虽讲基尼人是外族人、外邦人。但是呢，煞因为遵守约，所以伫圣经中间，咱有看到因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今日35章是一个对照，互咱看去守约的甲无守约，遵守人的约，拢会当做会到；遵守上帝的约，煞遮尔大的祝福，煞无爱，拢去拜偶像。所以特地咱来谨慎今日的经句呢，咱会当来参考的是伫个第60到第70的所在伫60到70的所在，因无啉酒，因为阮的祖先有甲阮交代，恁甲恁的后代拢永远毋通啉酒，毋通起厝，毋通夜酒，毋通栽种葡萄嘛，毋通有葡萄园，着一世人住布边，恁才会当寄居伫寄居的地长岁寿这个话呢。第8节讲，阮拢有遵守就是阮的祖先交代阮的话，阮拢有遵守。愿咱呢，嘛当甲上帝讲，上帝你伫圣经所交代阮的话，阮拢有遵守。咱今日分享到这，多谢苏清执事，请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阿爸上帝，感谢你赏赐阮有宝贵这个话语
互阮知影即个世界是对上帝创造来，也互阮知影上帝通过安尼你的话，要祝福阮，引带阮到伫即个永远上帝快乐永远新的天新的地，就是永远的耶路撒冷。主啊，求你互阮伫听到你的话，互阮会当日志来遵行，也教示阮的后代，教示阮的某囝，拢会当好好来遵守上帝话，行伫上帝所祝福的道路。也愿上帝使阮属福看顾，伫阮今日一日的时间，甲礼拜日的敬拜，特别今日合作社有3只游览车要去到伫苗栗，也求上帝保守出入平安，有主的同在。阮的祈祷恳求感谢，拢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多谢大家，大家平安，多谢。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好，谢谢牧师。安。